我叫阿果，我嘅懷舊係 CD 同埋有線耳機。我係阿欣，我嘅懷舊係實體八達通卡。我叫 Jason， 我嘅懷舊係菲林相機。菲林相機非常吸引我嘅地方就係佢要等，即係你影完你唔知道你影成點嘅，咁嗰種等待係發酵咁樣啦，越來越感興趣。呢一種掛耳式嘅有線耳機咧，佢係冇咪嘅。戴上呢個耳機嘅時候，就係一種我自己同自己嘅一種儀式感。有個 sign 就係我而家要去享受音樂啦，要去聽歌啦。我張八達通卡咧係2009年已經登記咗啦，都有我張學生相喺度嘅。雖然我遮住咗啦，咁但係因為都係好耐之前讀書時候嘅產物嚟㗎啦，所以我都覺得係有相對嘅紀念價值喺度啦。咁所以我就 keep 住用翻呢個實體嘅八達通卡啦。其實每一隻 album 嘅設計，佢都係好有心思嘅。舉例啦，17年陳奕迅嘅《Come On In》啦，其實佢成個 album 嘅鋪排，去到 message， 去到佢嘅過渡，去到音樂嘅製作，都係好全面、好有意思嘅。我哋而家去YouTube 啊或者 Spotify 聽歌，就一隻一隻歌咁聽啦，打亂嚟聽啦，就會容易錯過咗專輯嘅製作人或者係音樂人佢想表達嘅嗰個全面嘅 message 咯。同你嘅數碼相機唔同啦，你可能即刻影就可以覺得唔滿意，你刪咗佢再影。但係菲林相機你影一次，你撳下嗰個快門，佢有限，所以你要捕捉嗰一刻好重要啦。